还受到地动的影响，新北坐运环状线这个更量出问题，目前全线是停驶。新北市出动接送车，嘛增加到公车的班次来营运。请记者小袁来报道。 华视主播，因为地震的关系呢，现在新北环状线呢是全面停驶当中哦。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旁边这个是有告示牌，因为停驶的关系呢，现在新北市也提供了免费的接驳公车。不过现在虽然人潮不多，但是刚才还是有访问到民众，他们到了现场才知道这个捷运站的铁门是拉下来，是不能搭的。稍早的访问马上带您来看。因为刚刚家人也是打电话说，如果最近要搭的话，不要搭。我就说没有，他也暂停使用了啊。这次地震真的是太大了，所以就是会很害怕。对，就是我都是搭环状线，然后原本以为是只有停1个小时，就是地震的时候，然后才发现就是刚来，然后门还是关的。好，那么现在增加这个接驳的班次呢，有大坪林到中和站，还有景安到新北产业园区的接驳班次哦。另外在982公车路线呢，也有增加班次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在其实不是上下班的尖峰时间，人潮并不多。但是呢，到了傍晚下班人潮出现之后呢，可能就会有一些交通上面的一些问题出现了。那另外也可以看到，在中和站呢，现在铁门是拉下来的，就是因为呢，现在全线都是停止运行当中。那主要就是因为早上发生大地震，在板新往中原的方向呢，这个钢梁还有水管是有错开的情形。那目前呢，都要来全线来维修、来检修当中。那何时会通车还是未知数。以上最新资讯，把时间交还给棚内主播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